第三章咧，可以係已經正式進入士師時期啦。士師咧就陸續出現啦。咁啊，特別喺第三章咧會介紹到三位士師啦。會睇到咧開始咧以色列人咧開始墮落，甚至喺信仰裏邊開始進入一個低迷嘅狀態裏邊。上帝喺度咧不斷去拯救佢哋啦。你去睇士師嘅時候好特別嘅，啲士師咧其實都唔係咩超人嚟嘅，係好特別，有男有女嚇，有好似而家我頭先讀嘅。個以弗啊，左手便利嘅人，佢其實咧個右手係跛咗嘅，得翻隻左手嘅啫。有殘缺嘅人，咁啊無名無氣嘅，好似我讀嘅嗰個山街一樣。你一睇到咧，佢趕牛，甚至好問佢啲趕牛牧羊童嚟嘅啫，唔係一啲好出色嘅人，但係上帝就使用佢哋嘅。呢度講咧，以色列人咧，上帝喺度咧留下咗幾族，第一節講留下你幾族，呢幾族係咩幾族咧？咁就係第三節所講啦，留下嘅就係非利士人嘅5個首領同一切迦南人、西頓人，並住在利巴嫩山的希未人，從巴力克門山直到哈馬口，留下啲記錄，為要試驗以色列人。好，不過睇呢度咧，就上帝留下啲幾族人咧，明顯好故意，係故意嘅。點解留下啲幾族咧？咁呢啲係咩人咧？嗱，你睇下地圖就知道噶啦。是5個嘅領袖咧，就以我哋呢度所講咧，亞實突啦，嗱，亞實突喺度咧，以實基倫啦、加撒啦、以格倫啦、加山啦，嗱，就呢一帶咧就係呢個非利士人嗰5族。咁我哋去睇呢一個約書亞記13章第3節咧，都睇到翻呢5族嘅人，甚至有西頓人，一切係迦南人，呢啲南部嘅種族就留喺度，係要咧去訓練咧南部呢一啲嘅部落嘅迦南嘅以色列人嗰啲嘅支派，對佢哋一個嘅訓練嘅一啲嘅工具嚟。希未人從巴力克門山直到哈馬口，咁啊你睇上面咧，黑門山啊，呢個黑門巴啊，黑門山就係呢個黑門山呢度，呢一帶地方咧就係呢啲希未人嘅住嘅地方嚟嘅。咁佢哋咧就係北方嘅喺呢啲訓練北方支派嘅工具嚟嘅。上帝係有意咧將呢啲嘅人留喺度啊。點解上帝要有意留喺呢一度咧？留佢哋喺度咧？咁最明嘅原因，以色列人唔聽上帝嘅話，因為喺約書亞記我哋睇得好清清楚楚，上帝咧係要佢哋咧入咗去呢一個迦南地之後咧，要將其他嘅部落都一一嘅清滅消滅嘅。但係佢哋冇聽上帝嘅說話。我哋去睇第2節嘅時候咧，我睇到咧上帝有一個心意喺度，好叫以色列嘅後代又知道有學習未曾曉得嘅戰士，透過呢啲爭戰咧去訓練呢一班嘅戰士咧，佢哋能夠咧去以後能夠去打仗啊，能夠去保護佢嘅國土啊。咁就似啲細蚊仔學踩單車咁樣，通常都唔會一下手就放咗佢噶啦，裝下啲輔助輪啊，跟住旁邊扶下佢啊，咁先放手，等佢哋掌握呢個平衡。佢都知道咧，保護太多保護咧，佢哋學唔曉嘅。等佢碰到困難咧，佢哋咧就先至會成長嘅。盡喺呢度咧係訓練緊佢哋呢個嘅部落，以色列嘅部落點樣可以咧喺未來去打仗。當然亦都更重要嘅就係要考驗佢哋咧，要學習信靠嘅功課啦。以色列人係一神論嘅一個民族嚟嘅。一陣我哋去睇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忘記咗耶和華，放棄耶和華，咁啊轉移咧去信其他別神啊。即係上帝要喺呢一度咧重新再興起佢哋。我哋一陣會睇呢個俄亥列嘅士師嘅時候，甚至以弗嘅時候咧，佢哋真係遇到苦難咧，先識得去尋求上帝啊，先揾翻上帝啊。上帝係咁樣，就係透過啲咁嘅被上帝使用嘅工具咧，去訓練佢哋咧，去能夠咧去學習信靠工作。第4個嘅原因咧，因為嗱呢啲地方咪未得到噶嘛，咁如果呢啲嘅地方荒廢咗落嚟，冇人去居住嘅話咧，慢慢就係成為一啲荒野嘅地方，咁啊好多野獸會喺度住啊。上帝亦都係要將啲地方唔好老化啦，要將啲地方咧好嘅使用咧，佢就留咗呢啲嘅部落喺度，對佢哋有啲嘅進攻啊，對佢哋有啲嘅侵略啊，對佢哋嘅挑釁啊，咁樣，使啲地方咧可以唔會得荒廢，以後咧以色列人去攻取嘅時候咧，就能夠咧去住落喺呢個地方咧居住咗落嚟。嗱喺呢度咧，我好想大家特別留意第5節第5節到第6節嘅時候，佢話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當中，再娶他們的女兒為妻，將自己嘅女兒嫁給他們的兒子，並侍奉他們的神。嗱，我唔知大家去睇呢啲經文嘅時候咧，你嘅感覺係乜嘢啊？點解我會話係一個好嚴厲嘅警告咧？但係好似好通常咧，好似人之常情嚟咁嘅。你會發到其實係一個好漸進式嘅過程嚟㗎。有冇大家留心第5節、第6節？首先住在他們中間住在他們中間咩啊？乜嘢都冇發生，都和平共處，唔好咩？好之後點啊？進一步咯，娶他們的女兒為妻喎。咁即係咩事啊？本來係外族，而家加為親戚關係喎。剛才我都認多個孫女咯，關係開始咧緊密咗啦。跟住咧，當關係緊密咗之後咧，進到第3個部分啊，侍奉他們的神啊，呢個就開始進入一個放棄上帝，進入咧一個信仰嘅敗壞、信仰嘅淫亂嘅裏邊啊。信仰開始被取代咗，喺教會裏面係一樣。咁啊，一位弟兄咧，佢同我分享，佢係同嗰個非基督徒交往，
勸佢喂，小心啲喎，兄弟咁。嘿，阿溫 Sir 談戀愛啫，或者有時候會影響到佢咧咁。點知發到真係弊家伙。後來咧，佢為咗配合對方原本咧，禮拜日唔去教會啦。不過佢都有翻嚟教會，幾時翻嚟咧？聖誕節啊、復活節都翻嚟嘅。教會有大節日嘅翻嚟嘅。咁佢同我講唔緊要啦，拜拜冇關係嘅啫咁。結果行咗2年之後，佢開始唔讀經、唔讀聖經、唔祈禱，亦都唔再提信仰。我哋唔係話咧，即係話基督徒唔可以同非基督徒接觸啊！我要小心咧，我哋個核心價值咧會唔會被人同化咗？我哋唔係話離開世界，因為聖經愛我哋咧，喺世界我哋卻不屬世界嘅，呢個係我哋嘅原則，我哋嘅價值觀嚟。若知去講並侍奉我哋嘅神，真係一個好重要嘅關係嚟嘅。由婚姻嘅選擇去演變到影響咗呢個信仰嘅選擇。嗱，喺古代嘅文化裏邊咧，婚姻好多時候同呢一個嘅宗教啊都牽涉在內嘅。嫁娶通常因為咧都要接受咧對方嘅神明，今日都一樣喺重要關係上邊以信仰為基礎啊，我哋嗰個生活就慢慢咧影響我哋信仰嘅選擇。相反咧，婚姻冇信仰根基嘅話咧，遇到當家庭我哋遇到呢個困難嘅時候咧，好難喺一條同一嘅路上面。呢第5、第6節其實係提醒我哋嘅事，信仰嘅墮落通常都係由妥協去開始嘅，係慢慢一步一步滑落去嘅。婚姻同親密嘅關係咧，影響係好大嘅，所以我哋要好小心。甚至咧，我哋都要知道咧，家庭嘅信仰文化咧，亦都會影響下一代咧，佢哋能唔能夠認識上帝。我哋睇完呢一個咧，第1到6節咧嗰種現況，會睇到咧，即係以色列人咧，即係慢慢嘅墮落，因為佢哋冇聽從上帝嘅說話，冇決心去按照上帝嘅說話去做，以至咧佢哋住喺呢啲外邦人當中，而受到咧即係外邦嘅影響，讓佢哋嘅信仰咧慢慢嘅低落嚟。之後到第7節啦，第1節話，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忘記耶和華他們的神，去侍奉諸巴力亞舍拉。呢個同樣第7節咧，同呢個第5、6節係彼此呼應。我哋有冇留心啊？呢度都有3個嘅字咧，好重要嘅就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違反咗10誡裏邊嘅第1誡啦，不可有別的神啦。然後點啊？看為行惡之外咧，佢又忘記上帝，忘記上帝。嗱，呢個其實好嚴重嘅，仲去侍奉假神添。3個動作咧，屬靈墮落嘅過程嚟嘅。嗱，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我哋嗰個人墮落咧，其實唔係從思想開始嘅，而係我哋選擇咧去偏離上帝嘅標準開始嘅。呢個惡嘅意思唔係單純係講個道德上嘅錯誤啊！呢個惡嘅意思係背棄咗對上帝嗰種嘅忠誠約嘅身份，同神立約嘅身份，一種靈性上面嘅不忠嚟嘅。有上帝嗰個俾以色列人嗰個生命嘅當中，大家我哋都好清楚嘅。佢哋出埃及嘅時候咧，西奈山嗰10誡西奈嗰個嘅誡命係非常嘅強烈啊！乜嘢係應該做，咩唔應該做，上帝好清楚，竟然係違反咗呢個約嘅精神，將佢嗰個上帝所立定嘅約標準咧佢完全嘅放棄咗。第二嘅就係佢哋竟然忘記耶和華佢哋嘅神。忘記唔係只係話唔記得上帝嘅名，點會唔記得個名啫？係咪成日講就會記得噶啦？佢哋唔再尊神為主啊，唔再將神擺喺佢生命當中啊，刻意去唔諗上帝嘅恩典，唔諗上帝嘅作為，唔諗上帝嘅律法，心裏邊嗰種嘅冷淡，嗰種嘅疏離，忘記而係擰咗個身，唔理上帝咁解啊，去侍奉諸巴力同亞舍拉，去侍奉其他嘅東西，其他嘅唔應該拜嘅對象。呢度提到諸巴力同亞舍拉添。嗱，我已經講過，以色列人、猶太人咧係一神嘅民族嚟嘅，一神觀嘅民族嚟嘅，冇第二個神嘅。但係而家連神觀都改變咗，有冇留心個諸字啊？好多時候咧，我哋去睇個巴力嗰2個字啊，但係呢度有個諸巴力，諸巴力嘅意思咧，嗱，巴力其實咧係一個嘅男神嚟嘅，係主管咧整個風雷雨電整個自然界嘅神嚟嘅，佢主管係人嘅生命嘅。而亞舍拉係一個女神咧，係主管咧一個生產嘅。而呢個巴力喺唔同嘅民族咧都有唔同嗰個裝扮，好簡單。嗱，中國我哋都一樣噶。如果睇媽祖咧，媽祖呢個菩薩嘅話咧，台灣嘅媽祖同澳門嘅媽祖又唔同，同馬來西亞嘅媽祖又有唔同嘅，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文化，有對佢哋咧嗰啲嘅神咧係有唔同嘅演繹。以色列人咧侍奉諸巴力嘅意思係咩啊？去到唔同嘅省份，去到唔同嘅城市，去到唔同嘅民族當中，佢哋就見到嘢就拜啦，不問情由啦。其實呢個嘅墮落，屬靈嘅墮落，唔係一朝一夕去發生嘅。首先係從行動嗰個偏差、心思裏嘅遺忘、敬拜嘅轉移，慢慢嘅危險嘅一步一步去墮落嘅。每個步驟都提醒我哋咧，我哋應該有嘅價值觀，我哋嘅行為有冇紀念上帝嘅作為，我哋有冇單一敬拜上帝。以色列人完全放棄咗同上帝嘅關係，所以第8節就話，所以有個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他們就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珊利薩田嘅手中，以色列人就服侍古珊利薩田8年。我想大家留心嗰個交字，第8節交在米索波大米古珊利薩田，冇講到個交係
點交法，或者個交嘅過程係點樣冇講嘅喎。咁啊，留心啊，交啦，交咗古撒利撒田嗰時咧就欺負佢哋啦，蝦以色列人啦，蝦咗幾耐咧？蝦咗8年啦。咁啊，蝦咗8年之後咧，以色列點啊？知衰啦，衰咗8年之後咧就識點啊？呼求耶和華啦，揾上帝出手啦。上帝聽唔聽啊？聽喎，聽之後咧就點啊？就興起咗一位俄陀聶嘅士師嚟救佢哋啦。但又好妙嘅，嗱，大家去留心第10節。咁點救咧？有啲靈降在他手上，他就作了以色列人的士師，出去爭戰。然後將米索波大米王古撒利撒田交在他手中，又係交在他手中喎。你又係冇講個過程，冇講個內容嘅，交嘅啫。咁咩意思啦？呢度啊，即係交俾佢啦。咁佢就冇咗噶咯。咁啊嗱，佢玩完噶咯。喺交咗俾佢之後咧，佢就勝咗古撒利撒田，咁啊贏咗。咁啊國中享受太平40年咯。跟住俄陀聶就死咗啦。呢個交係咩意思啊？交喺希伯來文嘅意思即係賜俾佢哋咁意思。嗱，好奇怪，好得意啊！即係話咧，以色列人做錯事之後咧，上帝就將以色列人咧賜俾呢個米索波大米王古撒利撒田。咁就賜以色列人俾古撒利撒田，因為上帝嬲就將以色列人賜咗俾外邦人咯，賜咗佢哋喺外邦人當中做奴隸咯。講緊一件事就係神嘅主權，你得罪咗上帝，上帝用個主權去讓人去承受呢個痛苦。唔好以為我哋轉變信仰唔需要付代價，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代價嚟嘅。上帝咧要去主導呢個歷史，冇人去改得到嘅，甚至寫歷史嘅人都唔知道點解會係咁樣變法嘅。呢度嘅歷史就只係個交字就去咗噶啦，就將以色列人咧俾咗古撒利撒田，就喺古撒利撒田嘅手下咧服侍咗，俾佢蝦咗8年噶啦，就係咁簡單噶咋，冇咩內容。古撒利撒田有咩能力咧？有咩嘅好處咧？冇啊！古撒利撒田冇乜嘢嘅好處，冇乜嘢特別嘅優點嘅喎嚇，好細嘅部落，但係上一次俾佢哋。當呢一個嘅俄陀聶嘅過程裏邊咧救咗佢之後咧，你睇下第12節就睇到啦。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耶和華便使多押王伊基倫強盛攻擊以色列人。伊基倫就招聚亞捫人同亞瑪力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好明顯地，以色列人嗰40年強盛嘅時間裏邊，有一個威脅旁邊嘅人嘅喎。不過因為以色列人犯罪咗上帝，上帝就要去懲罰佢哋，就使用呢個摩押王伊基倫呢一個工具本身都存在一個恐懼嘅心啊！佢都驚40年呢班以色列人已經壯大咗啦，而家我哋已經有心去打佢，打到佢咧咁嗱。於是佢都點啊？招聚亞捫人同亞瑪力人，即係都拉馬班馬去打呢個以色列人啦，係驚啊嘛。咁呢個古撒利撒田難道唔驚咩？唔係啊，上帝賜俾佢哋，佢竟然咧可以好神蹟地咧就去管轄咗呢一班以色列人。我又睇到一件嘅事就係第10節嗰度話，當呢一個嘅俄陀聶成為呢個士師之後咧，神又點樣啫？將佢肯揾上帝嘅時候，肯翻到上帝嘅時候，上帝又將點啊？將米索波大米王古撒利撒田交在他手中，又係唔知咩內容，知咩方向？明明俾人蝦到死噶啦，係咪啊？神一個交字就搞掂咗個事噶咯，搞掂咗成個環境，搞掂咗成個過程咯，唔使翻咩功夫咁樣咁就接管晒過嚟噶咯。士師嘅作者喺呢度，首先要讓我哋知道一件事，神先係嗰個掌管主權嘅神，審判同拯救嗰個主權都喺神嘅手裏邊。神能夠將佢嘅子民交喺敵人嘅手中，亦都能夠將敵人交喺士師手裏邊。呢兩個交付行動都係顯出咧神係歷史嘅主導者。所以我哋要記得一個好重要嘅功課，當我哋呼求嘅時候，神就差派士師嚟，原本嘅審判就轉為一個得勝同埋釋放。所以就話俾我哋聽，悔改同埋信靠係我哋重新經歷上帝恩典嘅一個機會。喺神嘅手裏邊有審判有拯救，關鍵係究竟我哋嘅心有冇轉化。人如果繼續係叛逆，神就會將我哋交俾敵人；人如果呼求神，神就會興起拯救者，將仇敵交喺我哋手裏邊。我哋嘅一生都喺神嘅手裏邊。仲有我哋喺俄陀聶嘅身上咧，我哋都學到另一個功課，好重要嘅功課。俄陀聶係咩啊？俄陀聶係迦勒嘅兄弟基納斯嘅兒子俄陀聶。呢個身份好特別啊！呢個身份特別係乜嘢啊？如果我哋睇呢一個嘅約書亞記15章17節嘅時候咧，咁我就知道咧，其實佢就係迦勒嘅侄啦。迦勒可以講係猶大支派裏邊咧，可以係背景最優秀一個支派啦。咁啊係一個好出色嘅領袖啦。因為迦勒同約書亞咧一齊去探望耶利哥噶嘛，係一個好顯赫嘅一個領袖嘅家族出現嘅一個人。但係你睇到咧，佢冇驕傲，神呼召佢嗱，佢就即刻出嚟啦。嗱，而且佢好特別嘅，特別在邊度咧？特別在第10節啊！第10節講乜嘢啊？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啦。你會睇到咧，佢同以弗咧下邊嘅以弗啊，同埋珊迦都有少少唔同。以弗同珊迦都冇提到神嘅靈與佢同在。作為第一位嘅士師俄陀聶，神就提醒一件事：神嘅靈與佢同在。佢打仗過程裏邊，我哋覺得好似冇內容，冇乜嘢能力啊。但係原來得勝嘅主要原因，神嘅靈降喺佢身上啊。同樣我哋一樣，我哋今日面對困難、面對好多混亂嘅時候，我哋要記得嗰件事，神嘅主權。我哋要求我哋
哋去禱告嘅時候，唔係只係求要解決嘅事情，係求聖靈與我哋同在，降喺我哋嘅身上，行出佢嘅心意。我同你佢成功嘅地方，冇乜地方去提過佢，係除咗喺呢個約書亞記15章提一提過佢之後咧，以後冇點提過佢啦。甚至到講咧，好快就11節嗰度講佢，咁佢就死咗啦。佢打完呢場仗之後，等佢40年，咁佢就死咗啦，冇乜特別嘅貢獻。但係呢個貢獻唔少，但係呢個貢獻唔係佢嘅貢獻，係咩啊？係佢被上帝使用成為器皿嘅一個嘅故事嚟嘅啫。講呢度大家有咩啦？先第一個作者啦，先第一個士師，大家對第一個士師有咩睇法或者咩嘅感想啊？有一個少少嘅問題，我哋睇第3章咧，最初咧佢講嗰啲迦南人啊，同嗰啲嗰扎人咧，其實嗰啲迦南人啊，咩西頓啊嗰啲咧，其實係佢哋係呢個含嘅後裔嚟嘅，含成班都係含後裔嘅。係佢第一個唔中意咧，就係嗰啲以色列人要同呢啲人嚟哋結婚啊嘛。嗱，咁但係咧，你睇翻咧以前咧呢個猶大咧，佢個老婆都係迦南人嚟噶嘛。咁呢個摩西咧娶個老婆又係古實人嚟噶嘛，咁點解佢哋又得，第啲人唔得咧？係啦，第二個問題咧，上帝唔中意咧，不但因為佢哋同佢哋結婚唔啱啊，咁佢哋崇拜另外嘅神啊嘛，崇拜嗰啲偶像啊嘛，但係咧嗰啲以色列人咧就崇拜耶和華啊嘛，咁但係點解其他嘅族人咧佢哋唔崇拜耶和華咧？點解冇機會俾佢崇拜耶和華咧？咁佢哋崇拜呢啲咁嘅偶像都冇法子嘅，唔識耶和華啊嘛。跟住呢個問題係好好噶，但係咧我有呢個講法咧，或者呢個想法咧要重新去糾正一下。要解答呢個問題咧，我哋要去睇翻創世記第11章，創世記11章，創世記嘅第11章第1節到第9節，第1節到第9節，創世記11章1到9節，將1到9節俾大家聽啊。創世記11章1到9節，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嘅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裏。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作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又有干林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又話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今記作起這事來，然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言語彼此不通。於是又話使他們那裏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又話在那裏變亂天下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一個題目都講咧，佢哋都含嘅後代嚟噶喎，點解即係會搞到咁樣啦？呢個概念要改變啊？點解咧？因為閃含雅弗嗰個分別咧，就喺11章之前咧，冇錯係三兄弟嚟嘅，的而且確係三兄弟，當時係言語一模一樣嘅，個生活習慣一模一樣嘅，但係呢個咧。11章之後就變咗質啦，完全變晒啊！11章係做乜嘢啊？等我哋讀嗰段經文係做緊乜嘢啊？頭先我讀11章1到9節係做緊乜嘢事啊？建緊城啊嘛，建造一座城啊嘛，塔啊嘛，塔頂通天啊嘛。係啦，建造呢個巴別城、巴別塔啊！所有嘅所謂閃含亞弗個觀念已經冇咗啦，喺呢度個家族關係已經斷咗啦。因為喺第11章嘅時候咧，1到9節就講咩啊？上帝變亂佢嘅口音啊！嗱，呢個佢哋做咗幾樣錯事啦。如果我哋有聽下前個禮拜我哋教會嘅講道，鄭亞國牧師嘅講道都係好好嘅。第一，上帝嘅命令本來係叫我哋要分散噶嘛，但係佢哋咧只要遍滿全地噶嘛。但係佢而家呢度特別喺呢個創世嘅第9章嘅時候，佢哋遍滿全地噶嘛。但係而家點啊？佢聚居翻喺一個城，喺一個塔裏邊，仲有呢個目的係乜嘢啊？要超過上帝，要超越上帝。於是乎上帝點做啊？變亂嘅口音咯，等佢可以分散全地咯，就會因為咁嘅語言不通嘅話咧，建立咗咩啊？不同嘅文化、不同嘅宗教、不同嘅神名都出現啦。頭先我改一改嗰個觀點咧，呢個嘅閃含亞弗嗰個嘅兄弟情咧，或者兄弟嘅關係咧，呢個觀念咧，喺創世記11章之後咧，要完全掉噶啦，唔能夠再唔用啦，用唔到噶啦，係因為巴別城、巴別塔呢件事件咧，已經將呢個兄弟嘅關係咧破損晒噶啦，冇咗噶啦，所以唔能夠將閃含亞弗嘅關係咧帶到落去出埃及記，甚至出埃及記嗰度，呢份出埃及記嗰度咧，佢係講清楚咧，出埃及記嗰班以色列人係屬於邊個支派啊？屬於三兄弟嘅邊個兄弟啊？大家知唔知啊？如果閃啊！你睇翻第11章就知啦。11章第10節之後咧，就強調咗閃嗰個家族，亞伯拉罕都係閃嘅家族出嚟嘅，被選嘅以色列人咧係閃嘅後代。睇呢個大英博物館嘅時候，閃嘅文化館咧，好多嘢係同一個嘅基督教係有關係嘅。如果要睇聖嘅時候咧，含雅弗咧已經算係外邦人，唔再係呢一個嘅被選嘅子民，而被選子民嗰個身份咧，只係喺一個閃嘅家族嘅裏邊，就係亞伯拉罕後代嗰個出嚟嘅啫。
佢哋嘅神明係會變動噶啦，佢已經唔同晒嗰個文化觀啊、宗教嘅態度啊等等，完全唔同晒，唔會因為佢係閃含亞忽嗰個關係咧而拉上關係啦。你閃就係信啊運信耶和華噶嘛，含同亞係啊係啊。冇機會信咯喎，咁啊點啊？唔係啊，嗱呢個嗱，所以嗰度話咯，所以含亞忽嗰度咧，唔喺創世嘅第10章之後咧，就冇得再將嗰個信耶和華嗰度擺喺佢身上噶啦，因為嗰個巴別塔嘅建立嘅時候咧，人嘅口音言語變亂咗啦嘛，失亂咗噶啦，對耶和華觀念都冇咗噶啦，而真正耶和華觀念喺邊度咧？就係喺閃嘅嗰度咧，係延續咗落嚟嘅，先延續落嚟嘅，所以有第11章，創世11章第10節嗰度，點解咁將嗰個閃嗰個嘅家族咧，係慢慢嘅浮現咗出嚟，將呢一個嘅亞伯蘭嗰個情況出現咗出嚟。但係你要睇到咧，亞伯蘭嗰個嘅過程裏邊咧，佢哋都有一啲咧迷信嘅成分出嚟。就算呢一個嘅羅德嘅妻子，你覺得啊？啊羅德嘅妻子都有一啲嘅迷信成分加入咗落嚟。就算閃族本身係有好強烈個耶和華嘅神嘅觀念，但係佢都受到迦南人嘅影響。當時候嘅亞伯拉罕喺第12章開始，佢成為咗咩啊？一個遊牧民族，佢周圍去噶啦，又唔係住定一個地方噶啦，所以佢哋嗰個神觀啊或者宗教觀咧，都受緊好大嘅衝擊啊，好大嘅引誘，好大嘅誘惑喺度，佢哋都唔係咁順利。你睇翻嗰個創世記嘅時候，其實佢都亞伯拉罕一離開咗吾珥之後咧，其實一直都唔係好順利嗰個嘅行程裏邊。我哋唔能夠因為一個神觀咧，佢哋就唔變噶啦，唔係嗱，一神觀嘅意思咧，唔係話咧佢哋唔信其他神啊，一神觀嘅意思咧，佢只係篤定信一個神咁解嘅啫。而篤定信個神咧，佢信多個神之後咧，以後呢個神都同我咧係好有關係啦，好簡單，中國人都好強呢個觀念啦。叫一啲人信耶穌嘅時候，佢就話啊，唔好意思啦，我契咗俾觀音做底啦，呢個就係一神觀嘅觀念。佢咪唔信其他神，佢信關帝嘅神，做君乜都信，但係我只係同一個神有關係嘅啫，同某一個神有密定埋關係嘅啫。所以佢其實佢信其他神嘅，即係我哋就冇得再用一個閃佢哋啊，即係好似唔公平，冇聽過耶和華喎。咁唔係啊，其實因為我語言嘅發展嘅過程裏邊，將嗰度個情況咯，因為如果冇嗰個現象出嚟咧，全個世界係一種語言嘅啫。不過轉捩點就喺創世記11章嗰度，即係點解今日咁多國家咁多嘅語言出現咗嗰個轉捩點就喺第11章，所以第11章嗰度咧係值得我哋研究同埋值得去探索，究竟好似話分散咗語言好唔好咧？咁其實我即係喺現實裏面我哋用咗咁耐，我都知道有好有唔好啦，好難講個情況。不過從呢一個嘅過程裏面我哋睇到，即係從一個民族可能好明顯。而家我哋今日去睇嘅就係，即係從一個民族啫，猶大民族嗰睇，佢哋都中意出現咁多士師嘅原因就係，就算佢哋同一個語言拜同一個上帝，佢哋都仲有機會忘記上帝，仲有機會去放棄同上帝喺一齊去改變嘅宗教。係咪啊？頭先我去讀第7節第3章第7節嘅時候，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忘記耶和華他們的神，去侍奉諸巴力亞舍拉，佢哋都好清楚耶和華嘅名，佢都好大改變，做咗叛徒，唔一定話認識耶和華，佢就一定會去信耶和華。認識同相信其實係一段嘅過程嚟嘅。我哋嘅頭同心咧，我哋一個手指就擘到去睇到噶啦。一樣嘢由頭到心咧唔容易噶，係好長嘅距離嘅嘢嚟嘅。表面好似好近距離，但實際係好遠嘅、好長嘅距離嚟。好啦，咁我哋跟住去睇啦吓，由第15節到30節咧，就個以笏啦。咁呢啲好詳細啦，即係話俾我聽咧，以笏咧出自呢個便雅憫支派啦。咁佢係左手仔嚟嘅，話俾我聽一個左手仔嚟嘅。咁可以咁講啦，即係當時候嚟講，左手仔嚟講咧係好歧視佢哋噶，好似我哋中人一樣啊。好多人對我太太都一樣，佢以前佢話佢好多時候佢以前斬嘢咧，佢都係佢斬嘢用左手嘅，食飯用右手嘅。唔係個細個嗰時候左手啊，幫阿爸打到佢以後用右手嘅。因為當時候社會裏邊咧係被忽略嘅一啲人嚟嘅，甚至咧當你睇便雅憫嘅時候咧，可以講喺士師記嘅20章裏面，我哋睇到咧便雅憫咧可以講係喺呢一個12支派裏邊咧係被視為最比較弱小嘅支派嚟嘅。所以佢個出現咧，其實係話俾佢聽係一個唔尋常嘅出現嚟嘅，係好被睇低嘅位置裏邊咧去出現嘅，能去使用呢個咁嘅人。咁佢哋咧就點啊？於是咧佢就有一個嘅計謀啦，用一個刺殺、用陰謀刺殺嘅方式啦，就去刺殺呢一個摩押王伊基倫啦。咁正如我所講喺12節度講到，好咗40年，12節出現一句說話，以色列人又行好有意思啊！以色列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又行意思係咩啊？咩叫又行？你又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衰過噶咯，以前衰過，但係又再衰一次，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於是乎又點啊？耶和華就使摩押王伊基倫強盛，攻擊以色列人上帝又再出手啦。咁但係伊基倫咧好明顯地佢都驚睇到以色列人都強盛40年啦，冇俾人蝦咁古撒利撒就好快就輸咗俾以色列人啦，所以佢哋都驚於是乎點啊？佢班馬啦，班咩人就招住亞瑪力人去打佢哋啦，就佔據咗棕樹城。呢個棕樹城大家知唔知係邊度嚟啊？棕樹城即係咩城啊？
我哋睇申命記34章第3節啦，34章第3節啊，或者都1至3節讀埋噶啦。摩西同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與耶利哥相對的比斯加山頂，又話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蓮、馬拿西的地、猶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樹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所爾，都指給他看。棕樹城即係邊個城啊？耶利哥啦。咁重要嘅即係乜嘢？耶利哥係以色列人咧進入過咗去大學之後，進入呢一個迦南地嘅第一個攻擊到嘅城。一攻擊嘅時候咧，係上帝嘅工作啊，唔係人嘅工作。人圍城冧咗個城啊，當時佢佔據咗啦。咁而家人哋打敗佢啦，係乜嘢？呢個咁嘅仗，即係侮辱咗邊個？冇咗上帝啊！同上帝所佔據嘅城，第一手就搶咗過嚟啦。對以色列人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侮辱，對佢嘅宗教一個好大嘅侮辱嚟。咁呢度點啊？佢就服侍咗摩押王伊基倫18年，輸咗俾人，心服口服啦。人唔單止踩你，仲踩埋個神添。踩咗幾耐啊？18年，又嚟啦，個公式又嚟啦。公式咩嚟啊？衰咗啦。於是乎點啊？呼求耶和華，耶和華咧就佢哋興起一位拯救者，就係呢個以弗啦。我哋講過咧，呢個以弗係左手仔，係便雅憫人，人睇唔好佢嘅，覺得佢殘廢嘅。因為咁嘅緣故咧，佢帶武器入去見王咧，竟然係唔知道喎，佢唔奇怪啊？就係俾人睇少，所以手你都冇用啊！知道你冇作為嘅，係嘛？就將嗰個劍嗰筆劍咧，一爪大概2尺咁上下嘅劍咧，就藏咗喺個右腿個衣服裏邊，竟然冇被搜出，係嘛？咁跟住點啊？跟住就同王嘅針嘅時候就點啊？就左手喺右腳掹。嗱，你試下，你喺左手嘅右腳掹劍，好大動作喎，好特別嘅嘢嚟嘅喎。左西有劍，即係話佢好凌厲啊。咁但係點解咁凌厲咧？係有個原因嘅，因為呢個王太肥啊，睇唔睇到啊？反應唔到過嚟啊，一吉就吉落去，哇，吉到好犀利啊！佢好用力吉落去啊，因為呢個王好肥，吉到點啊？穿透喎。吉到去背嗰度添，然後點解？因為肥肉太犀利，夾咗把劍唔出得嚟，個王死咗啦。我哋要睇到件事就係以弗同呢一個俄台列有一個好大嘅特別嘅地方。頭先我哋講過以弗咧，嗱，我俾大家睇一睇個表，我對咗個表俾大家睇，係啊，你都俾得大家。嗱，你睇到俄台列嗱，同以弗好唔同。以弗咧，佢冇提到聖靈嘅降臨，佢嘅成功係因為佢有佢嘅謀略，因為佢嘅膽識。佢雖然有弱點，但係弱點成為一個奇兵，能夠咧獨特嘅條件去打敗咗、殺死咗呢個伊基倫。而且好特別就係，仲有一個特別就係，剛才我哋講俄台列嘅成功，使到以色列人享受咗幾耐太平啊？40年。但係呢一個跛手仔呢個咁喺個弱勢嘅社群出嚟嘅一個跛手仔，竟然可以帶領以色列人享受咗幾耐太平啊？80年啊！一個咁健全嘅人，咁有家族聲望嘅人，佢帶嚟嘅結果只係40年。但係一個唔俾人睇得起，俾人去藐視，冇乜特別才幹嘅人，甚至一個跛手嘅人，帶嚟人嘅一個嘅好大嘅利益，80年嘅利益。神嘅拯救唔係只係靠神蹟，神嘅拯救亦都需要人有勇氣同埋有個智慧。神好唔尋常咁去拯救個百姓，用好多嘅方法，用刺殺、用戰爭、用政治嘅方法嚟達到個手段。但係有一個原則就係順服。神唔睇人嘅缺陷有幾大，有幾多，神亦都唔係睇究竟有幾尊貴，唔係，神睇咩啊？你有冇順服？當人肯順服嘅話，你就會睇到以弗嗰個故事講得好清楚、好強啊、好詳細啊。我哋睇唔到佢有咩好處，但係就因為佢夠勇敢、夠機警，佢願意同神合作去順服上帝，於上帝就使用到佢，以致佢得到嘅成果比呢一個國度更大。我佢得到40年，佢得80年。甚至要睇到第27節，當佢逃跑去到呢一個嘅以法蓮山地嘅吹角嘅時候，即係隨着佢下了山地，他在前頭引路，對他們說：你們隨我來，因為耶和華已經把你們的仇敵摩押人交在你們手中。於是他們跟着他下去，把守約旦河嘅渡口，不容摩押一人過去。那時擊殺咗摩押人約有1萬，都是強的勇士，每個人逃脫。呢、這個成功亦都唔係單單呢個跛手仔嘅成功，佢嘅勇氣、佢嘅膽識，亦鼓勵咗好多周邊嘅人一齊去做。不過需要一件事，你肯先站出嚟先。你唔好理你嘅缺陷有幾大，你唔好理你個地位有幾大。如果上帝呼召你嘅話，你要一早就站出嚟，有勇氣就站出嚟。當站出嚟嘅時候點啊？你先能夠有一呼百應。冇人站出嚟就構成唔到一呼百應呢一個效果。以弗同樣我哋睇到冇乜長處嘅地方，但係佢有個好大嘅拯救。最後我哋睇到一個人就係呢一個山喺呢個嘅山家。喺一次裏邊山家話俾我聽下，即係呢個好特別嘅士師啊，第一句嘅啫。佢出身係乜嘢咧？我哋都唔知，甚至係咪以色列人我都唔知啊。佢名字唔係希伯來文嚟噶。有啲學者覺得佢只係一個外邦人嚟噶。咁而呢個話俾我聽咧，佢用趕牛的棍指控係一個農夫嚟噶，係咪一個牧羊童嚟嘅啫？但係佢能夠打敗一個人，打敗咗600個非利士人。哇！我諗呢個拍電都拍唔出呢個形勢啦，係咪？神使用呢個農夫，佢唔係攞住劍攞住刀，係用佢手上趕牛棍，就好似頭先
我哋所講，無論俄羅又好，以弗所好，只係一件事啫。神呼召你，唔論你嘅身份，唔論你嘅學識，唔論你嘅才能，神呼召你，你只有一個條件，有俾人使用就係你肯順服，你肯站出嚟。只要你忠心，用你個棍，用上帝俾你嗰種嘅才能，用你個好處，就好似以弗一樣，佢係右手唔掂嘅，佢願意將佢嘅最強項個左手交俾上帝，上帝係使用，上帝俾我哋睇到士師記第3章，俾我哋睇到上帝留下挑戰，上帝留下呢啲嘅民族，呢啲嘅部落喺度係要訓練我哋，神好樂意去拯救我哋。去睇呢一個俄陀聶又好，睇以弗都好，睇到以色列人只要肯去呼求上帝，我亦都睇到無論俄陀聶又好，以弗又好，珊迦都好，只要佢哋肯，無論佢有咩短處長處都好，神都會用佢哋。同樣我哋今日都面對好多唔同嘅挑戰同壓力，如果我哋睇唔到出路嘅話，翻去神嗰度，神尋找嗰啲願意回應佢嘅人，神冇理我哋幾厲害，神去睇嘅就係唔係你肯不肯，唔係你要不要，而係你肯唔肯去俾神用。大家咩問題咩要分享嘅？牧師啊，嗰個珊迦咧，佢做士師嘅年期咧有幾多？因為我翻查 Google 咧，上網查咧，14位嗰個士師咧都有佢嗰個咧服侍嘅年期，唯獨珊迦咧係冇記載到嘅。係啊，因為珊迦嗰個嘅記載唔清楚嘅，我哋研究唔到嘅呢個，因為你同我講好多嘅學者咧都覺得珊迦未必係以色列人，係可能係外邦人添，因為資料唔夠啊。珊迦嘅出現只係得呢一節嘅啫，前後都冇，咁係好難揾到好難揾到嗰個資料俾大家，或者即係做到呢個統計咯。所以呢個係唯一珊迦揾唔到嘅，其他就因為比較詳細啲。咁我哋話可以揾到個背景，咁簡單，譬如呢度簡單係邊個朝代，我哋都唔知啊。邊度個朝代嘅人我都唔知。佢去殺死呢個非利士人嘅時候，拯救以色列人嗰啲以色列人係邊個位置嘅以色列人？因為頭先我哋睇到以色列人都係好大版圖啊嘛，有南北，不過有少少嘅線索可以睇到嘅。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嗰個我哋所分享嗰個圖啦，我就俾大家睇翻個圖。咁我哋知道咧，其實珊迦咧就喺呢個北部嘅城市啦，係呢個伯亞納嘅地方。唔知有冇睇到個轉緊我睇到啦係咪？嗱，有冇心啊？最上面嗰度咧，最頂部呢個就珊迦。我哋只能夠揾到一啲少少嘅知識嘅資料，就係可能就佢嘅位置就喺呢個位置度，都係屬於北部嘅士師嚟啦。咁俄陀聶我哋都睇到咧，俄陀聶下邊南部啦，俄陀聶啦，以弗就中部啦，珊迦就係北部啦。咁所以係黎巴嫩嗰邊啦，係啦，就即係因為真係嗰個資料唔詳細，我哋能夠講嘅資料都係可能嘅資料，唔可以係話係一個好 confirm 好肯定嘅資料嚟。好，有咩問題或者咩分享？牧師，其實咧頭先我睇呢個圖咧，同埋睇翻經文咧，咁咧喺個第5節裏邊咧，其實影響嗰個即係佢哋以色列人開始嗰個轉變啊，係從壞嘅開始咧。其實佢嗰啲因為神咧將嗰個5個領袖嘅族咧，去開始咁令到猶大嗰個民族一路咁去即係惡化落去啦。咁呢一班人咧就係聚集喺以猶大呢個好大嘅民族嘅裏邊，但係咧。你如果我睇翻你個圖咧，但係我覺得好奇怪喎。神咧興起嘅士師去拯救整個以色列民咧，就唔係話叫翻你你罪魁禍首你猶大啊，一路咁擴散開啊。佢唔係淨係叫猶大喎，佢係叫其他嘅民族佢嘅兄弟興起咗個士師嚟去拯救。係啊，即係嗰個睇法就係本來係一個聚焦，跟住其實咧又好係有呢個各城各鄉嘅人咧，佢係去聚焦拯救翻以色列人，而咧。嗰個攻擊個裏邊咧，又唔係呢5族嘅喎，係呢一個5族嘅以外啊，摩押啊，其他嘅大族咧，係攻擊翻入嚟整個以色列民咯。即係嗰個分佈咧，我好想講嘅係話，其實咧就係咪係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一路咁擴散去。但係我哋神嘅拯救咧，就唔係話咁單一嘅，佢真係咧係會利用多方面，亦都可以體現到咧兄弟嗰個之間嗰個合作啊。即係佢想去，係咪想帶出呢個信息方出嚟咧？即係嗱，唔係淨係你自己搞掂我哋兄弟，我哋都會搞掂啊！因為大家係兄弟嚟㗎，咁樣一個民族啊，咁啊。如果我哋翻去如果我哋去睇士師記係約書亞記嘅延續嘅時候咧，講呢個嘢係啱嘅，因為我睇翻約書亞記嘅時候咧，約書亞記係講緊到最收尾係講緊約書亞係吩咐所有嘅人要團結一致去對抗啲外敵㗎嘛，唔係話邊個
邊個部落就邊自己去做噶嘛。佢都講過，其實佢哋都曾經有聯軍一齊去打嗰啲迦南人啊，嗰啲外族噶嘛。都有做過，第一章都有講過噶嘛。都好似頭先所問嘅問題就係，佢哋都係一個語言嘅民族，一個同一個價值觀嘅一神觀嘅民族。所以喺某個程度裏邊咧，所有嘅嘢係一致嘅，冇分你我嘅。上帝係喺唔同嘅地方去興起唔同嘅士師啦。亦都咁樣講，上帝去話嗰啲以色列人錯嘅話咧，唔係100%。100%係所有以色列人嘅錯，都錯晒。可能錯嘅人係90%，係有10%仍然係好堅信上帝嘅。而10%就成為咩啊？成為士師咯。嗱，所以唔好一衰就吹晒，唔好即係一竹篙打船人。以色列好衰噶，咁啊全部衰晒。唔係噶，我哋唔知個比例，但係有一啲人佢哋冇衰到，而佢哋係喺上帝嘅手裏邊被上帝所使用，就好似我哋所講到以弗啊、俄羅涅啊、珊迦呢啲，點解俾神去呼召人士師啫？因為佢就係同其他以色列人不一樣啊嘛。但係其他以色列人，但係好可惜啊，嗰個基底盤對好大啊，個底盤太大，基數太大啦。離開上帝、背叛上帝嘅以色列人太多啦，一個士師救唔晒咁多啊，就係嗰個原因咯。上帝帶出一個信息就係，即係其實冇分彼此嘅，要救就一齊救，要起一齊起，要衰一齊衰，就係咁樣樣啦。但係記得睇Andrew所講嘅啱㗎，一哋係同一語言、同一個價值觀、同一個神觀，點解會變咧？呢個先係佢哋好大問題咯。我哋唔好再講咩含雅弗嗰啲啦，即係閃族本身都出現咗咁大嘅問題啦。同一語言同一神觀，同一個咁嘅經歷，同一個爸爸出㗎啦，咁都要咁發大嘅問題。咁其他唔使講啦，但係最緊要就係我哋個人嗰個所謂嘅修為係點樣咯，我哋個人嘅信心係點樣咯。有咩問題？有咩分享？OK，咁我哋就會繼續睇第4章啦。咁第4章咧就會睇一個好出色嘅、好特別嘅士師，係女士師嚟，叫 Deborah。咁睇下會唔會睇完下邊之後咧，我哋當中阿 Q 改名叫 Deborah 啦嚇。OK，好啦，我想問咧，係約珥同埋亞比亞兩個咧，係咪嚴格嚟講咧，稱唔上為士師咧？佢哋係咪冇擔當過一日士師嘅年期，所以唔 include 喺14個士師裏邊咧？邊個啊？約珥啊，同埋亞比亞，即係先知啊！撒母耳嗰兩個仔啊！邊度兩個仔啊？撒母耳嗰兩個仔，咁佢哋兩個嚴格嚟講係咪稱唔得上士師咧？因為唔得，佢兩個好比較火。嗱，呢個係已經係撒母耳記嘅故事嚟噶，已經唔喺士師記裏邊噶啦。我知，即係佢哋兩個係咪其實稱唔得上士師咧？唔知得上士，唔係，佢哋兩個唔係士師嚟噶，因為佢基本上撒母耳已經係到撒母耳嘅時候已經斷咗士師嘅時代噶啦，唔同時代噶啦。去到撒母耳嘅時候已經進入咗呢個王國時代噶啦。撒母耳嗰兩個仔咧唔係士師嚟嘅，佢唔繼承唔到父親嗰個士師嗰個身份噶啦。撒母耳尚算叫士師，但係撒母耳之後就已經唔係士師時代啦，已經唔同時代嘅人嚟噶啦，佢離咗好遠噶啦嗰個。但係撒母耳嗰度咧都係一樣係冇記載到佢嗰個士師年期嘅，點解？因為其實佢嗱撒母耳就好 tricky 嘅，佢係多個身份喺埋一齊噶，既係士師又係祭司又係先知嚟噶。撒母耳，hello，佢同就混入唔到士師記呢個行列裏邊嘅。撒母耳已經係超越咗呢個時代噶啦，不過有個名有。撒母耳嗰個士師嘅名係有名無實嘅，咁同埋佢嘅工作係大過呢個士師好多添啊，即係佢嘅責任啊。喺撒母耳成為已經係一個轉捩點嚟噶啦，一個分水嶺嚟噶啦，嗰度咁樣咯。所以個題唔可以同呢個士師記相提並論噶啦，已經。好，我哋有祈禱嚟結束呢個時間好嘛？所以天父多謝你透過士師記第3章對我哋說話，將我哋承認我哋時時好似以色列一樣有軟弱、有妥協，甚至遠離你。但你嘅恩典冇離開我哋，你喺尋找嗰啲願意回轉、願意俾你使用嘅人。主要求你幫助我哋睇見，你讓困難出現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唔係要打擊我哋，而係要訓練我哋，堅固我哋嘅信心。所以當我哋面對挑戰、面對誘惑嘅時候，我哋求你提醒我哋，你係個掌權者，我哋可以靠着你先能夠剛強站立。將我哋願意將自己再次獻上，無論我哋覺得自己幾平凡、幾有限，求主使用我哋，好似你使用俄陀聶、以弗同珊迦一樣。幫助我哋喺家庭上邊、喺職場上邊、喺教會裏邊，成為你忠心嘅僕人，用我哋手上嗰根嘅棍子，就係我哋嘅工作、我哋嘅恩賜、我哋嘅經歷嚟榮耀你嘅名。最後求主保守我哋嘅心，讓我哋唔輕易同世界妥協，唔俾我哋嘅信仰被磨淡，而係每日選擇跟隨你，幫助我哋建立敬畏你嘅生活，要將我哋嘅信仰傳俾下一代，叫我哋嘅家庭成為你祝福嘅管道。我哋咁樣祈禱，係奉耶穌基督名聖祈求，阿門。